你不要冲动，伤害自己不能解决问题，你这样子只是在逃避而已。你不懂，你才不懂。我懂，我真的懂。你相信我，你听我说，你是一个好女孩，你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只要你再努力一点，事情就会不一样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你们才不懂我的心情。如果你们懂的话，就不会叫我再努力一点，就不会跟我说这个世界会不一样。你根本就不知道，完全不被人需要，不被在乎，不被爱的感觉是什么？我明明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还要叫我再努力一點？跟我說你要開心，你要快樂，就因為我不是你們希望中的樣子嗎？我哋做父母咧，真係要謹記，仔女咧唔係為咗要滿足我哋個期望而去生存嘅，佢哋有佢哋自己條路，佢哋有佢哋自己嘅期望，我哋反而要教導佢去諗自己嘅期望、自己嘅目標，去培養佢哋嘅內在動機。我做人阿媽，我梗係唔明啦，我梗係想仔女考到入大學啦，我唔想去第時做嘢咁辛苦，所以我就會想佢變成咁樣。Instead of 介入佢嘅課題，我哋係做一個課題嘅分離，我哋係用引導去，用支持佢，用援助佢嘅方法。稍後我再講課題嘅分離，但係咧呢一刻帶出一個 term 先，又唔讚得佢，又唔可以認同佢。其實要做嘅咧就係鼓勵，鼓勵嘅意思就係令到佢有前進嘅勇氣，去做嗰樣嘢得到啲乜嘢效果，有啲乜嘢貢獻，佢從貢獻感裏邊揾到一個存在價值。小初，媽要工作了，要不要過來幫幫忙？好啊。把那本書打開，翻第37頁。這個，對了，謝謝你。誘發到佢個內在動機，繼續前進，下次做得更加好，令到佢自己心底裏想做嗰樣嘢。如果我哋不斷靠外在動機，即係譬如獎勵佢啦、懲罰佢啦，佢終有一日唔受理㗎啦。你係要訓練佢個內在動機，佢要由心而發，佢先至會做嗰樣嘢，因為係佢自己覺得要做，而唔係你逼佢做或者你引誘佢做，刺激到佢個內在動機嘅話，佢呢一生都受用㗎。如果佢哋真係做到好事嘅時候，我哋點樣鼓勵呢？具體嘅稱讚，一個鼓勵嘅作用嚟嘅。譬如我曾經試過有一次，小朋友佢哋同人打招呼，笑晒咁樣 say hi 咁，我就同佢哋講：你哋頭先咧講完之後咧，我見到個姨姨好開心啊！哇，我相信你哋咧同佢打咗一個招呼，佢應該今日會好開心啊！我想俾佢哋知道，佢做咗呢個行為係真係貢獻到一樣嘢出嚟嘅，係令到別人可以開心一日。佢哋已經覺得自己做咗好事而開心，可能下次就會繼續做噶啦，而唔係你讚佢好有禮貌啊，好乖啊，咁樣就係稱讚。我哋講翻課題嘅分離先，唔係叫你唔好理小朋友，唔係叫你縱容佢。小朋友嗰條路係佢嘅課題，我哋作為家長係要引導佢，我哋要幫助佢，係一個援助嘅角色，而唔係要操控佢。稱讚同埋責備就係一個操縱嘅動作。如果我哋介入咗佢，我哋牽制住佢嚟行嘅話咧，我哋就係搞咗人哋個課題噶啦。當佢唔係行你劇本嗰條路嘅話咧，你個人就好唔開心噶。一個人鍾唔鍾意你係佢嘅課題，你唔好因為一個人唔鍾意你，你好唔開心，呢個係佢嘅課題，你唔好諗咁多啦。俗語又話把口生喺人哋度，佢要講啲咩我控制唔到，我自問問心無愧。我檢討過，我覺得我自己由我心出發嘅，即係我冇害人，我唔係佢所講咁樣嘅，咁就 OK 啦。你個心夠強大嘅時候，你唔會怕別人點樣去講你嘅，呢個係人哋嘅課題，由得佢。我自己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，唔識得課題嘅分離嘅。咁耐以嚟咧，我就係為咗家庭去付出啦，好勞碌啦。我自己覺得自己好偉大嘅喎。喂，我冇要求過乜嘢嘅回報喎，唔係要住大屋，我唔係要好有錢，我唔係要你買包包俾我，但我只不過要求一句多謝啫。我覺得我咁樣唔過分啦，我覺得自己好有道理。從來都得唔到一句多謝嘅時候，我就覺得好嬲，好唔開心。但我就係介入咗人哋嘅課題，我介入咗我老公嘅課題，佢嘅感受係佢嘅事，做唔做係佢嘅事。我碌貨咗個回報，因為佢唔多謝我而覺得唔開心。
我一直都以為咧，我係一個好愛我屋企嘅一個方式嚟，我付出好多，因為好愛佢哋。原來係唔知道咩叫愛咯。真心覺得咧，中學啦要有一個心靈科，係教小朋友咩叫愛。呢個社會裏邊咧，有好多人活到好大年紀都唔知咩叫愛，情緒勒索啊，會講嗰啲我對你咁好，點解要咁對我啊？即係講呢啲説話嘅人啦，又唔肯 let go嗰啲人咧，呢啲全部一律唔知咩叫愛。我以前仲犀利啊！咁我以前飛噶嘛，做空姐。當陣時男朋友咧，即係我而家老公啦，佢都成日話我噶，喂，你唔好再飛啦，次飛咧發神經嘅。每次飛咧，我就好驚佢會同第二個女仔出街啦，我就會問長問短啦，問佢而家喺邊啦，做緊乜嘢啦，點解你會出咗去嘅？好驚佢會揾另一個啦，俾好大壓力佢。而家諗翻咧，真係覺得我老公好犀利噶啦，容忍咗我咁多年。呢個完全係唔識愛嘅表現，我仲以為自己好愛佢，因為我唔想失去佢嘛，所以我覺得我好愛佢。我原來我去最愛嗰個係我自己。而家睇翻書就會知道，原來你好怕失去，係因為你好自卑，你唔敢面對有人去唔要你啊，你會去咗谷底，你會癲咗嘅。呢個係自卑感形成一個態度嚟。我知道咗之後咧，我就知點樣做啦。我就要將自己變得更加強大，揾翻自己嘅長處，擺脫過度自卑感。我去增值自己啦，我要揾翻我自己自信啦，自信咁去愛，學點樣去愛一個人，唔好喺愛裏邊尋求認同、尋求回報，令到我唔好咁怕失去。唔單止伴侶嘅，你包括咗對仔女、對朋友之間，你都係咁為佢哋付出嗰個貢獻感嚟得到嗰個滿足感。而愛裏邊咧，亦都包含咗信任。以前咧，我嘅信任咧係有條件嘅，你要我信佢，佢值得我相信至得㗎。呢一個係一個信用，我唔可以要有任何條件先至選擇相信老公，相信我小朋友，要無條件咁相信佢哋會做得到，或者佢哋會點樣對我。愛係冇威脅、冇約束、冇勒索喺裏邊嘅，會識得 let go 嘅。如果你情緒勒索另一個人，或者用生命嚟威脅另一個人，你唔 let go，要掣肘住對方嘅話咧，你都係唔識得去愛。人哋愛唔愛自己，人哋走唔走，人哋留唔留低，呢個係人哋嘅課題，我哋唔可以介入人哋嘅課題。當初是你點醒了我，告訴我不要自卑，我現在做到了。我能有今天這個成就，我已經不再自卑了。掌控感可以讓人慢慢積累出自信，這樣很好。掌控力啊，得用在事上，不要用在人身上，尤其是自己的家人。如果你喺戀情上有啲乜嘢創傷，而家任何嘅決定咧，千祈唔好歸咎你嘅創傷、你嘅經歷裏邊。你而家嘅決定係歸咎落你而家嘅目的。你目的係想去，你想做咗佢，無論你個創傷係點，你嘅經歷係點咧，你都會去做噶。過去形成你而家點樣一個處事方法咧，係你俾你過去嘅一個解釋，去重新俾過去一個定義嘅時候咧，而家會有唔同嘅選擇、唔同嘅決定、唔同嘅人生噶。所以千祈唔好俾創傷框住咗自己，唔好俾過去嘅經歷框住咗自己。我明白有啲創傷真係好痛嘅，需要時間去振作嘅。譬如戀愛嘅創傷，令到你唔敢再戀愛啊，定係更加用心去愛，係你自己嘅選擇嚟嘅。好希望咧，大家咧睇完我嘅 video 之後咧，都會睇下本書啦。好想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，更加明白到自己，更加清楚自己個問題，然之後去正視、留意自己嘅言行，正向地去處理自己自卑感個問題，增值自己啊，接納自己，接納自我。我以前都係好接納自己嘅，係咁就係咁，我都唔知點解，我就係咁樣噶啦。即係你會係承認嘅，你承認自己係咁樣嘅。但係如果接納自我嘅話咧，係你去正視你自己嘅問題，然之後你係諗辦法去解決，你諗辦法去改善你自己，係一個進取式嘅。縱然我而家都仲覺得咧，改變自己係一件好難嘅事嚟嘅，但係我唔會覺得係冇可能嘅。我係盡最大嘅努力，一步一步咁去改善自己，改變自己。呢個就係我前進嘅勇氣，我改變嘅勇氣，呢個就係我接納自我啦。我明白到呢個世界上所有人都係無知嘅，你唔係特別差，你都唔係特別好，所有人都可以係聰明人，都可以係笨蛋。我係煮餸嘅笨蛋，但係我係化妝嘅聰明人。你係呢方面嘅聰明人，但係我係呢方面嘅笨蛋。大家會各有各強項嘅，我哋係平起平坐，我哋係平等嘅。我對住一個 professor， 我都一定有嘢叻過佢嘅，總有嘢係勝過別人嘅。如果覺得自己唔得嗰啲嘢，咪虛心請教咯。自己有問題，咪認咗佢咯，然之後諗辦法解決咯。我覺得我最大嘅改變，我以前覺得人生冇意義，我係有點解要生存落去嘅念頭。
好慶幸自己睇咗呢本書或者更多嘅書之後，我即係再冇嗰個念頭啊！以前我會覺得為咗屋企吃力不討好，點解我仲要做落去呢？仔女又唔聽話，老公好似又嫌棄我咁樣，我覺得好辛苦，樣樣嘢都好似唔順境唔順意，又會中意同人比較啦，好似自己係一個失敗者，唔止一次望住個窗，好差嘅念頭。咁當然我為咗我對仔女呢，我禁止自己咁樣嘅，我覺得我唔 OK 啊，但我真係唔知點樣去改變我自己，同朋友傾冇用嘅，好似覺得冇人明白你咁樣。我知道所有嘢係嚟自乜嘢原因，再正視翻我嘅童年，諗翻好多好嘅嘢啊，對我好嘅人啊 ，support 我嘅人啊，我自己再重新去幫我自己嘅過去賦予一個意義咯，而唔係一味淨係覺得我個過去好慘啊，我就係冇人錫，我冇人錫，我就自己而家咧去愛人啦，愛我自己啦，最需要錫我自己嘅人咧就係我自己，我點解要乞求人哋嘅愛咧？好享受去愛人啦，去貢獻嘅時候咧，得到嗰種滿足感，而得到嗰種喜悅。自從我睇書之後咧，我真係冇再有覺得生存冇意義，覺得生存冇意思，好辛苦呢個念頭，係辛苦嘅，工作真係辛苦，揾錢好辛苦嘅。我雖然都係好窮，但我感覺係幸福嘅。我覺得哲學咧就問你咩叫幸福啊？咩人生意義啊？你識講㗎喎，幸福唔係有錢就係幸福㗎，你知㗎喎。點樣揾幸福咧？其實係真係全靠你自己點樣睇你嘅人生。曾經有朋友講過咧，要去呢個世界睇下㗎，周圍去睇下。你覺得我哋呢啲做空姐睇嗰個世界好多嘢咧，如果可以睇到人生百態啊，人生真係不枉㗎啦。即係日日咧返 office 嗰啲咧，即係人生真係好冇意義㗎，都唔知做乜，都唔知為乜。我真係唔係咁認同喎，我唔覺得做嗰啲工嘅時候，人生就冇意義。人生個意義係點，真係在乎你點樣睇。睇書我學到一樣嘢，人生咧就好似行山咁樣，行山有個目標，你今日嘅目標要行上大帽山山頂，我都有人生目標㗎，往往呢個目標就好難去到啊，點解去極都去唔到，好辛苦啊，點解呢個人生咁長嘅，點解個目標咁難，做人咁難？而家我學曉係你係要行上大帽山山頂，但係行上山頂嘅途中，你會經歷過好多好靚嘅風景，你會欣賞好多嘅風景，你會係同朋友一齊行，有講有笑，咁你好 enjoy 同朋友行山嘅過程，好 enjoy 同你個仔行上大帽山嘅過程，有好多開心嘅嘢，亦都係有可能你遇到狗狗，你遇到蛇，你可能會受傷，你可能會跌倒，唔知㗎喎。你亦都係遇過好艱難嘅路，你要係爬上個山度，你爬上啲石頭度，好斜嘅斜坡，你行上去。喺個過程裏邊，你跌倒過，你起翻身。我可以同我仔去經歷過艱難嘅路，回想一下，你好慶幸自己有個咁樣嘅人生，你好慶幸自己跌倒過，再起翻身，成就今日嘅你。雖然你最後都行唔到去大帽山山頂啊，但係你係都係不枉過，係要有方向，你要有目標。我同個仔行上大帽山，不如我哋唔使行到上山頂啦，行到第二呢個山峰咪夠咯。你個目標可以 anytime 都轉嘅，靈活嘅，唔係咁死板嘅。我哋嘅人生意義咧，就係喺行山嘅途中享受每一個當下，享受每一個喜悅，享受每一個艱難點，人生就真係充滿咗意義啦，人生就真係不枉過啦。只要你有改變個勇氣，只要你想改變，無論你係幾多歲，你都仲可以改變。你改唔到係你唔願改。我好 welcome 咧，大家對於我呢個內容咧有啲咩意見？因為咧可以 trigger 到我咧，又再諗下嘢。好中意同人講心理嘢嘅而家，因為每次同人講完咧，我翻屋企咧又會再諗下，可能我又會諗到啲新嘢出嚟。有意見嘅時候可以 inbox 下我啦，我哋可以大家傾下偈啦，留言都得㗎。最重要嘅咧就係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我希望每一個你都可以有唔同嘅進步、發掘啦、得着啦。最終嘅目的都係令自己咧享受人生，令自己變得更加開心。但我希望那個時候啊，你還是黃一梅。可不是黃一梅嗎？我又不改名。我是說黃一梅這個名字永遠代表的是最真實的你，而不是依附於任何人和任何環境。如果你都有一個 Better Me 嘅故事話俾我聽啊，或者我會邀請你嚟拍個片同大家分享下。